那么同时自己的课诵这一段呢也忘了做。那么总之今天呢是有一些改进。那么首先要跟大家问候大家，扎西德勒。今天呢，第二天的课程跟昨天提到的一样，会简略的讲解一下冈波巴大师的传记。那么今天呢，没有办法全部讲完，那剩下的明天会再说。但因为我们还是有时间的，所以我想倒是不着急。那么就像在古代藏族有一个谚语有说，不说祖辈的历史，不知子孙的根源，有这样的一段话。所以意思是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师和传承的历史，那么我们呢可能就会变得是来历不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呢，我觉得要知道历史源流是非常重要的。那历史呢，我觉得就像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可以反映出自己的样子，而且从这个历史当中有非常多值得我们观察而作为借鉴和榜样的地方。就例如冈波巴大师的传记来说吧，他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佛陀的教法当作是哲学见解来看，也不是仰慕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佛法是什么呢？是一个切实的一个标准和一个指导，帮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正确的去做修持。所以也因此呢，在藏传佛教当中，会把上师的传记称为 Namtar， 就是解脱行传。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师们的解脱行传记作为研究和讨论之用的话，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历代祖师的解脱行传即是后世弟子们我们的一个修持的依据。我们应该要带着这样的一种认知然后好好的、坚定的、勇猛的做修持，以这个为榜样做修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这个冈波巴大师的传记有很多部，大概有40多部之多。而在当中呢，有他的亲传弟子所写的传记，我想如果以这样的传记为本来讲说的话，是更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而在他亲传弟子的所写的冈波巴大师的传记当中，最出名的一部是由帕摩竹巴多杰加波所写的，叫《礼赞所知》这样一部传记。还有呢，就是出自这个杜松前巴，就是第一世法王的问答集中的一段传记。还有罗拉雅巴，长丘蒙珠所写的传记，巴荣大师所写的传记等等。所以这些传记呢，我们应该多去学习阅读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冈波巴大师他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呢？那么依据帕摩竹巴七请文当中的一个记载，
其中就有提到一句说，于土阳年诞生后，直至适于化身界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大师呢诞生的时间呢是在公元11世纪，就是大概1079年。诞生地是在西藏一个名为捏的地方。现在来说，这是叫西藏龙子县的尼区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他小时候的名字是什么呢？是叫做达玛扎。还有一些传记当中会说，他小时候的名字是达玛架。他5岁呢就开始习字，学习读写。那么到了7岁的时候，由于像他的父亲、祖父辈呢都是习医的，所以呢，他在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就告诉他要学习医术，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遵照父亲的嘱咐学医。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是，冈波巴大师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名称，叫做达波拉杰。那么拉杰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可以说现在的医生，英文说叫 doctor， 医生、医师，他的一个敬语叫做拉杰。那么像是在我的家乡，直到现在口语上都会称呼这个医生为拉杰，而不会说是就是 member， 就是一般医生会称为叫拉杰。那么有些解释当中会说由于佛陀当时在经典中对于冈波巴受记的名讳就是叫比丘医生来看所以也是有这个达波拉杰的意思。达波拉杰可以说就是达波的这样一个神医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达波拉杰这个达波的神医这样一位医生，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名称。总之呢，大师他从小就开始学医，医治过大概13位老师习医。那么由于他的精进跟努力呢，他不仅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医师，不仅是这样子，而且呢，这个持有冈波巴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医学方面的持有者叫做达波梅纳巴，他的这个传承也是非常出名的。在文献当中记载，冈波巴呢似乎有著作一部医典，叫做《八支摄要》，但现在呢，这部论书呢似乎已经失传了。但是他还有另一部著作叫做《达波石灵集》或者说《达波集会汇集本》，那还存在。那这本著述呢，就是由他的这个可以说弟子持有者、医术持有者叫医师门纳巴，他呢对于冈波巴大师有关各种医学注释还有口诀的这样一个汇编的笔记，就是这一本。由于呢这部著作呢，它是早于这个在西藏医学当中很著名的一个著作叫《医学四序》，所以是一部医学方面很重要的著作。同时呢像是冈波巴大师
相传是他所传下来的西藏著名的一些药方处方，像是解毒的白及药丸的制作方式啊，治疗胃疾的达波黑药、达波15种药，治疗肺病的25铜灰，据说也是传承自冈波巴大师。同样呢，刚刚提到这部四序医学的四序啊，这样的一部著作，可以说就是藏医的最主要的典籍。对于这个典籍呢，有不同的说法，有些说它就是某人的著作，有些说它是伏藏。所以从伏藏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在桑耶寺那边所取出来的这样一个伏藏。所以在医学四序从伏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有这样一个伏藏的历代传承上师当中，就有冈波巴大师的名字。所以因此呢，可以说冈波巴大师在医学四序这样一部最重要藏医的典籍的弘扬上呢，他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同时呢，在一些记载当中也提到说，在他出家之前，还跟随过上师巴日义师、桑嘎义师等人学习像胜乐金刚等等的秘法。那么在他16岁的时候呢，他在父母的一个坚持之下呢，他就和一个可以说贵族的一个女儿呢成婚了。当时呢，大师他平常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就是帮病人看病啊、开药啊等等。那偶尔呢，也会做一些像耕田种地的农务啊，这些工作他也会做的。那么他们先后呢，夫妻就育有1子1女。那么这个家庭呢，也是很幸福美满的。但是有一年呢，他的家乡就发生了一场这个瘟疫，这样的一场可以说是一种瘟疫传染病吧。那么这时候他8岁的这个儿子就往生了。没过多久呢，他3岁的这个女儿呢也染病而往生了。然后呢，才在把女儿的这个遗体呢送到了坟场火化。回到家的时候，结果他的夫人呢也染上了瘟疫，然后什么医药治疗修法都没用。那么就在这个夫人她已经接近临终，但还没有断气之前呢，就是很痛苦的这样一段的时候，冈波巴大师就想，他为什么还没有放下不肯走，大概心中还系着什么，所以他就问他了，他说：夫人啊，你心中所挂念的放不下的是什么呀？他的夫人就说呢，我放不下的呢只有你呀。我很担心呢，在我死后呢，你会和这个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么这个冈波巴大师就跟他说呢，你不用担心，其实我本来呢就是想要出家为僧的。那么在你死后呢，我也将一心遵照我这个初衷去出家，我不会做其他的想法，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他不仅是这样子跟夫人说，也为了让他更安心，更在他的面前呢立下了誓言，说你死后呢，我是不会再婚的，我一定会一心坚志的前往修行去。那么夫人不久后就死了。那么冈波巴呢，也将他大部分的这些家产呢都捐献了出去，然后并将骨灰制作成叉叉，建立了一个佛塔，
这佛塔就称为叫卓摩东崩。现在呢，似乎还看得到这样的一个佛塔的遗迹哦。那么后来呢，冈波巴就认识了一位噶当派的僧人，叫做孔敦巴梭。那么他们也成为了好朋友。之后呢，他们就一起前往这个达波地区遗址，有一位清教师戒师叫马于洛甸西让，所以他就在呢，他这个26岁的时候，也就是西元的大概西元1103年具圆出家。这里有一个词叫具圆呢，意思是呢同时间这个剃度、沙弥戒和比丘戒同一时间圆满的领受而完成，这个叫具圆的意思。那么在西藏的传统会认为呢，无论是男众女众出家，那么就是一个崭新人生的开始，所以因此呢会舍弃俗家的名字，那么接受由上师也好、戒师或清教师所给予的新的法名。所以在他26岁出家的时候，冈波巴大师的出家法名就叫做梭那么仁谦。当时呢，刚刚有提到他有一位好朋友叫孔敦，有一天呢就跟他说了一个想法，你还记得你出家的时候为你受戒的一个平教师他的名字叫长丘僧巴，他呢知道很多上师密勒日巴的殊胜的禅修口诀，然后还接着说，密勒日巴可是一位成就者，你要不要试试看，就去向这位长丘僧巴去求得密勒日的口诀呢？冈波巴大师想了一下，他说，哎呀，我们这个请法的供养根本是不够的，那么他会传给我们吗？那这个孔敦的他的点子是比较多的，他就说没事，你就去请求看看吧，或许呢我们可以趁他呢在为别人传法的时候顺便求个法，他也就会传授了吧。总之呢他就说了这个点子，那冈波巴呢也就去向这位格西长丘僧巴呢请法，请求他传授这样的一个禅修的口诀。那么也真的是就教了他这个禅修的方法。求到口诀之后，大师回去修持，他在修持7天之后就得到了很好的觉受，止的觉受，比如说明的觉受、乐的觉受等等，身心得到一种清安然后无分昼夜的都有这样子一种清安的觉受，他连就是白天晚上都分不清就是身心一直在安住在这样的清安当中。这时冈波巴大师就请问他的这位格西说，这些觉受就是代表升起了禅修吗？这位格西回答说，是的。这时候他旁边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叫孔敦吗？孔敦就说，你还真的修出些什么了，跟以前还真的不太一样啊，你也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禅修经验吧。大师呢他也回答说，是啊。那大师这里回答是说，是的，我升起了这些我一些禅修的觉受，然后也分享了禅修的经验。孔敦听完之后就受到极大的一种
鼓舞受到了很大一种鼓舞刺激哦，他就也很兴奋的说：“我呢，也要禅修。我呢，要不就是真正能够禅修升起这些觉证觉受跟这些了悟，要不呢，我就是死在这个坐垫上。”总之呢，他也很努力的去禅修了。之后呢，他也升起了一些特殊的心安住的觉受，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所以他就在他的坐垫上呢，就写下了一句话说：“本人孔敦的轮回就在此断尽了。”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那个时候呢，冈波巴大师他的禅修呢越修越好，很自在的，任何时候想要修都能够做得到，甚至呢能够入定5天、7天，连吃饭都忘记了，就是连续的5天、7天入定，就完全的安住在这种禅悦当中。那么由于他的烦恼呢得到了这样子一种可以说压制降服，所以他一心呢都充满着就是禅定的喜悦，就是禅悦。对于色声香味的这些快乐呢，他是一点都没感觉了。有一天呢，他就想试试看，到底能够这样持续多久呢？曾经说曾经持续13天这样子的记载。那么在他到了28岁的时候，他就自己想说，我的禅修呢已经很不错了。然而噶当派在这个菩萨的行持上呢是很精通的，他们具有这些菩萨行持的特殊的口诀，那我也应该去学习一下才是。所以因此呢，他就到了这个魏地，那么也是跟这个孔敦他的好朋友一起到了这个乌鲁地区的北部也就是现在的盆钵地区的伦珠县。盆钵呢可以说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噶当派的发源地。那么过去呢，很多著名的噶当派的大师呢都曾到过那里。那么就在那里呢，冈波巴大师首先移植了格西纽隆巴尊珠嘉措。这位格西他是谁呢？他是噶当派我们说3统门3位大师当中金阿瓦大师的弟子。那么他主要是住在纽隆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被称为叫做纽隆巴这样一位大师。那么冈波巴就跟随这位格西纽隆巴学习了噶当派的道次第和发起世俗菩提心的教法。大师呢曾经就说，自此之后他一生呢都没有和菩提心分离过。换句话说呢，他一生都在修持这个菩提心。之后呢，他又移植了格西朗唐玛的弟子格西扎加日瓦讲丘吧，学习呢很多阿底峡尊者的口诀，马头明王金刚手菩萨等等这些秘法。而且在领受了弯刀护法这样一个灌顶的当晚呢，冈波巴就亲见到护法。那给他灌顶的这个格西扎加日瓦就说，为你灌顶之后的当晚，连我自己的梦中都出现了清净罪障的征兆他就对冈波巴说呢，
他说自己的梦中都出现了清净罪障者，所以他就对冈波巴说，搞不好你的修正应该是比我还要高深的，才会让我的梦中也出现了清净罪障的征兆。这里刚刚也提到格西朗汤玛，他是波多瓦的2大弟子之一哦，一个是就是朗汤玛，一个就是沙日瓦。那么平时大家都在修学的这个修心八颂哦，就是他的著作。格西朗汤玛也叫朗日唐巴，他最主要的修持就是菩提心。所以呢，据说相传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住席的朗汤寺周围，无论是鸟类也好，或者任何其他动物生命，相互之间呢都不会相互伤害，都不会。而在他圆寂的那一天，从别的地方来了一个老妇人，他到了寺院之后就说大概这位格西朗汤玛圆寂了，他还不知道，但他就想大概他圆寂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在路上就看到了这些有野兽把鸟吃掉了等等。他就说以前我都不会看到的，所以现在搞不好格西朗汤玛已经圆寂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么格西夹加日瓦，他就是格西朗汤玛的弟子。格西夹加日瓦呢，他也有很精彩的一些故事哦，但今天就不多说。也就是他当初是怎么样成为了格西朗汤玛的弟子啊？这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因缘，但今天时间就不多说了。总之呢，冈波巴大师就依止了这样一个格西加加日瓦。然后之后呢，他也就在这样的噶当派的寺院当中呢，因为他跟很多人共住结果他发现自己的禅修开始就不如以前。怎么说呢？就是不仅是感觉禅修没有进步，反而呢是不如以前，退步了。所以对此呢，他也感到非常的忧心。这时候他就听到说，有一位一直在禅修、精通禅修的这样一位格西贾云达，他就到了这位格西跟前呢。他主要给予冈波巴大师的教学，就是以道次第为主的这些禅观的方式。所以大师学了之后，也发现自己的禅修又恢复了，也得到了进步。但是当时因为这种道次第的观修禅修呢，是全部聚焦在像是无常啊、轮回过患等等的所缘这些观修上，所以大师他修持之后，他升起了很强烈的这种出离、厌离之心，结果导致他之前的像是乐还有明等等这些的觉受呢，都反而有所衰退了。总而言之呢，他记载中他依止了很多上师，他也发现了就是修行的方法是很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都是实修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呢，他下定了决心回到家乡，
要专制的去实修。那么在回程的途中呢，他也顺带的见了噶当派的格西哲巴他就学习了由阿底峡尊者传下的这种白度母的，还有这些等等的法门。所以我们会说，阿底峡尊者的白度母的传承，就是由这位格西哲巴传承下来的。之后呢，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当时呢，他们有一个祖宅有这样的一个遗址，已经荒废了，他就把它改建成为一座这个闭关中心、闭关的地方，开始实修。那么逐渐的呢，也就找回了，就像刚刚谈到之前有些退失嘛，那么也逐渐的乐冥无念的觉受也恢复了。那么在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梦见自己得到了像《金光明经》啊、《十地经》当中所阐述的这种登入了十地国位的征兆。大师心中也有些怀疑，他说奇怪，我并没有这个登地啊，但为何会有这样子的梦境呢？这到底是自心错乱而导致的梦境呢，还是魔鬼的这种神变的变幻呢？总之，他梦境中就出现了许多这些征兆。那么刚刚说，总之他见了很多上师，然后去实修。但最重要，他依止的一位上师是弥勒日巴。那到底他是什么因缘，什么时候见到了弥勒日巴尊者呢？我觉得我们要知道这一部分也很重要。那么一般来说，其实大师冈波巴呢，他很早呢就其实听闻过弥勒日巴尊者的名号，也具有信心。但是呢，是要到他遇到了就是有3个乞丐的时候，才让他升起了一种急迫的要马上去见，不见不行的见尊者的这样的一种念头升起。所以我接下来就提一下这段故事。那么当时呢，冈波巴大师有一天他在修持，那么有一天他就到这个叫迦日这样一个南方去散心的时候，他就看到呢3个乞丐呢聚在一起互抓这个跳蚤。你知道乞丐很脏嘛，身上都是跳蚤，就在那边互抓跳蚤，把那个跳蚤杀死这样子，然后互相的在那边聊天啊诉苦。那么其中一个乞丐呢就说到说，我们3人呢真是惨呐，真是一点福气都没有。如果呢我能够有个糌粑团或者一个菜粥可以喝的话，该有多好。第二个乞丐就说，哎呀，妄想着那些有什么用呢？没什么意思的。要我的话呢，我的梦想呢就是成为有一位叫泽德的大地主一样。那他是那么他是一位藏王，总之呢是这样一位像大地主一样的藏王泽德。
这是他的梦想。第三个乞丐听了就接着说，这梦想有什么了不起？成为泽德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天他也会死的。我的梦想呢是成为谁呢？是成为密勒日巴尊者。他呢连衣服都不用穿，也不用担心有没有吃的，因为空行母都会给他，而且他对生死都不害怕。那如果我能像他变得跟他一样的话，这有多好？这时候冈波巴大师就听到了这三个乞丐的对话，尤其听到了密勒日巴大师这个尊号，他就马上的，我们说就眼泪就直流，然后说这个毛孔都打开了，总之就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心中呢那时候就升起很坚定的一个念头，我一定要见到这个密勒日巴尊者。这时候他就走到乞丐面前，就问了，你们刚刚说的那位成就者啊，他现在在哪里呢？我要怎么样能够见到他呢？其中一个乞丐就说，这个密勒日巴呢，大概在一个地方叫金的这个地方，或者说和一个叫聂拉木，或者现在也叫聂朗这样的一个山中。冈波巴就说了，哦，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带我去吗？那乞丐就说，你呀那么年轻，我们跟不上你的，你还是自己去吧。反正你到了那边山上哦，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密勒日巴在哪里了，因为他是很出名的。你那边问一问居民，大概他们都知道的。所以冈波巴大师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高兴，高兴到他就给了这三个乞丐非常非常多的食物。隔天呢，他就想还要再去找他们碰个面，结果没想到隔天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们三个乞丐。那么就冈波巴大师后来他就说了，这三个乞丐哦，大概是密勒日巴的变现的化身吧，大概不就是真的是三个乞丐，应该是密勒日巴的化身。所以当时呢，他就这样说。所以这个呢，就是最主要三个乞丐就是冈波巴会去见密勒日巴最主要的因缘。那么明天呢，我想会讲一下当时他见到尊者的经过，还有他医治了尊者之后，怎么样了悟了法性，了悟了自性实相，之后回到达拉贡波这个地方，怎么样又领众修持，然后之后怎么圆寂。那我想今天时间就讲到这里吧。这2天呢，其实是有些累的。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这个老头也会有些累。
所以呢，就讲到这里吧。那么最后我们念这个课诵回向。